自從香港移民潮以嚟咧，都好幾年啦。因為我身為移咗民30幾年嚇，我知道咧移民咧，你要習慣當地嘅環境都要一段時間嘅，起碼3年至4年啦嚇。咁咧，你3年4年之後，如果你習慣得到嘅咧，就 OK 啦。如果習慣唔到嘅咧，都係時候又回流翻香港嘅喎嚇。咁即係呢幾年咧，我諗香港似乎開始應該有轉機嘅，因為個個都上大陸消費，為咩事幹咧？咁即係話香港啲嘢質素跌咗啦，係嘛？咁而家你重新再創業，係咪又可以回翻氣咧？嗱，呢個咧就見仁見智啦嚇。不過如果有一大批回流翻去嘅咧，咁話即是話唔係咁容易習慣喺外國嘅生活啦嚇，就翻香港，始終都係即係老實講嗱，我移咗民咁多年啦，我有時翻香港咧都覺得好懷念嘅，即係仲好熟悉嗰啲地方啊，好記得即係香港嗰邊啊，九龍嗰邊啊，咁即係呢個情分咧都好難甩嘅喎嚇。咁即係話如果你而家翻去再創業，即係話譬如你講開餐館啦，因為以前嗰啲所謂名牌咧，即係陸海通啊啲大機構啊，咩大新銀行啊嗰啲咁樣嘅所謂大行咧，佢哋咧係好注重嗰個質素嘅，即係話咧你開個鋪頭，你咧煮嘢係好好食嘅，咁咧你就要守住呢一份即係話人哋咧幾遠都走去嚟你呢度食嘅，咁你梗有個原因嘅。咁當然啦，又要計埋鋪租呢樣嘢啦。不過香港咧都沉咗唔少時間㗎，都係要再鯉魚翻身㗎啦，係咪咁講啊？